过年期间去越南富国岛观光，说予当地旅行社放鸟，是因为台湾的旅行社无付钱予人，这招人客年代旅游呢？经过观光署的调查，发现这年代旅游因的这个业务财务状况拢有异常，欠的债务超过1000万。为了避免个民众受到损害，政府已经下令这年代旅游要停业3个月。越南当地旅游局也表示讲，虽然这年代旅游无付钱予人，但是当地带团的旅行社也无合因签约，这部分也爱罚。不过今仔日的年代旅游，佫带16个人去到富国岛，也同款是无付钱予当地旅行社，无人要来甲因接待。旅客是到机场了后，才知影这款的情形，煞变做是自由行啊。规家伙仔大包小包，带团要去富国岛。集团16个人，伫登机进前向方通知无越南的领队甲驾驶，原本的行程全部拢变掉。出团的旅行社阁是年代旅游，因为无纳钱，当地地接社无接，旅客原底带团要旅游，今嘛煞无奈变做是自由行。他就跟我们讲说，你到当地的时候没有地接，然后也不会有餐食，也没有住宿的地方，他都没有付钱，他们已经打电话去问，那边真的我们都没有付钱。一个人大约快4万，旅行社这边应该基本上应该也拿不回来我们所有的团费了，所以就还是去了，就自由行啊。年代旅游的风波不断，新疆才有旅客伫越南的富国岛带团放放鸟，不过业者甲地接社双方是一人讲一款。经过观光署的调查，发现年代旅游公司的财务有问题，伫外口欠债务有甲上千万。为了防止旅客权益受损愈来愈大，是随下令要求业者即时开始停业3个月。目前还有知道他有积欠那个马尔地夫饭店的钱。我们现在停业他3个月，他应该要提一个复业计划。3个月到之前，他要提一个复业计划，所以我们会检视他提的复业计划能不能复业。如果不能复业，我们会继续延长。年代旅游行停业，为2月底到4月底进前，已经有要行程等待要出团的430个人。观光署强调讲，业者都要办专业的退费、赔违约金，或者是甲旅客转予其他的旅行社来出团。不过，除了年代旅游防处分，越南的地接社嘛，防认定有违规。越南媒体报道，金刚省的旅游局调查，地接社去年9月甲年代旅游签约，今年1月18收定金，各向对方报计销。不过计销并无达成协议。1月31日，地接社各方面通知结束合约，不过宣布取消合作了后，要是保留定金，而且佫持续服务甲收费，却越南认定无按规定来签约，所以决定裁罚。如果认为在越南当地自费了720美元，相关的账款有上开的疑义，就可以依照定型化契约范本来向发卡机构申请争议账款的处理。在这个旅行不便险的部分啊，目前从这个情况看起来，似乎是没有符合承保范围哈。旅客申请出去佚佗防放鸟，保险局表示，这并无符合旅程取消，或者是该保险保的范围，无法度按旅游不便险来理赔。不过，银行局强调讲，旅客若是对纳去的团费有问题，拢会当按规定，甲发卡机构申请争议款的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